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上帝，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谢，在这美好的立约主日，我们一同来，我们国台语堂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生命的道。求主洁净我们的心，圣灵引领我们，看过我们从头到末了的聚会。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心灵杨诗选92首《同来崇拜》。一切众心圣徒，同来崇拜主，来崇拜这世界主，赞美与感谢都归世界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的主，身穿洁白衣服，同来侍奉这主耶稣基督。得胜与国度，同归耶稣基督，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闪光明大日，聚集合成一曲，同来跪拜这位和平之大君。尊贵与权柄都归和平之君，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一切受造之物，来敬拜全能者，同来敬拜这位宇宙大主宰。智慧与丰富都归宇宙主宰，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颂赞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赞美与荣耀都归三一真神，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同来崇拜我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起因文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在旧约的878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念。31节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同来恭祷，为北欧国家挪威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教会祷告，台北卫理堂李信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切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今课我们请贺兆典弟兄。
经课第一处在出埃及记24章3到11节，旧约圣经本会旧约圣经79页。出埃及记24章3到11节，本会圣经旧约79页。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上帝，他们又吃又喝。第二处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本会圣经新约120页。约翰福音15章1到10节，本会圣经新约120页。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住在我这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贺弟兄。读经由我来攻读，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在新约的175页。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借我赐恩福》。
们谢谢诗班。立约礼及受洗礼，我们请蔡婉文牧师。弟兄姐妹，很高兴我们在今年很特别，是元旦的假期第一天，也是我们的立约礼拜，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卫理公会的传统里面，在每一年的第一周都是立约礼拜跟圣餐礼拜，让我们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上帝有美好的立约。那我们在立约礼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也问过牧师说，那如果万一我没有办法照约定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不用担心哈。圣经里面，上帝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每一年当我们在上帝面前重新立约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身份跟角色，知道我们是谁，并且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会往对的跟好的方向走，不至于往后退，至少我们是往前走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圣了，但是我们往成圣的路上走。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更新变化，成为新造的人，让神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特别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约这个字眼，所以包括圣经有旧约跟新约，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也要跟上帝有一个新的立约。或许过去的约我们没有办法去履行或者去完成，但是我们重新在上帝面前有美好的立约。所以今天我们有几位这个同工，他们要在台上或是在我们当中立约也许他们不一定做得到，也许他们没有办法完全，但是我们都在这个成圣的路上走。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说，我们叫做还尚未完工，施工中还尚未完工。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可以在立约的当中知道，不是靠我自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而是我每一天我要依靠上帝而行，让我能够依靠上帝缓缓前行。或许没有办法马上达到，但是我愿意往这个方向走，求上帝来带领。那我们有3个团体要在我们的当中要来做立约。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群不止这3个团体，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同工群，但是我们用这3个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团体来代表所有弟兄姐妹的一个立约。或许你的朋友，或许你的身边的你的美好的这个同工，他也是这个当中的团体当中的一位。那我们不但是要帮助他能够立约，而且要监督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往成圣的路上走。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互相的督责，彼此互相的帮助，让我们可以一起往对的路上继续的前行。好，所以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做一些的介绍。我们有3个群体3个同工群要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那这些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相当重要的同工哈。好，那我们先请这个执事们来到台前来做立约哈，请我们当中的执事能够来到台前，那我们做一些的跟弟兄姐妹做一些的介绍，让各位弟兄姐妹可以认识我们当中的执事我们当中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哈，今仔是立约的礼拜所以咱请咱的兄弟姊妹内面来熟悉咱的职事，互咱通知影咱的职事有倒几个。当咱有需要的时，会当寻求因的帮赞，互因会当来成做咱的帮赞者，互咱会当伫这个需要的所在信用咧行大的时，那有需要帮赞的时，会当互这个职事来替咱大家来服务。所以咱请咱的职事来到台前，咱来做这款的立约。我们请我们当中的执事们到台前来做立约哈，请我们当中执事来前来哈。好，但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今天有几位执事没有办法到我们当中，这个叫做不可抗力的原因了哈，所以要请大家包容一下哈。好，来，请执事们到台前来哈。好，口罩先拿着，没关系。好，先脱掉好了。先让大家认识你们，认识本尊呐，好不好？先脱掉认识一下，然后再戴上哈。对，先脱掉再戴上啊。对，好，我们先跟各位来介绍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当中有2位执事，他们有生病的，有家里有不可抗力的原因，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就职。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在家里面，也会在这边跟我们一起立约了哈。好，那请靠中间一点，好，我要做一点介绍哈。好。
在我的最右手边，这个是淑仪执事啊，各位知道他早上司琴对不对？他今年担任我们的教育部长，跟我们的主日学的校长啊，所以这个责任重大。这是我们的教育部。好，那第二位是刘世文执事，他是我们今年的社官执事。我们的教会会有很多的社官的工作，包括制服学院，这些都是跟社官有关系的。那特别我们的世文执事，他是在这个社官方面相当的专业的一位执事啊，所以我们他本身自己工作也是做社官的工作，所以我们特别让他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担任这样的执事。好，第三位各位都很认识，这是我们的介良老师哈，他是我们的牧官执事啊。那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靠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牧师不好说的，或是弟兄姐妹不好跟牧师说的，都可以透过这个我们的介良执事来说，所以他是一个我们当中的桥梁啊，所以要好好的用它，好吗？不要让它放在这边，要让它好好的被使用。如果弟兄姐妹有一些需要反映的，也可以跟介良执事来说明。那如果牧师有一些需要，也会跟介良执事来做一些的商量。所以我们的介良执事是我们会有跟牧师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桥梁。好，第四位是我们的洪林执事。那洪林执事今年担任的是我们的这个掌管财务的重要的执事啊。那个我们所有的经费花费全部都要由我们的这个洪林执事来做掌管。因为洪林执事是一个相当细心的这个执事哈，所以我们请他来负责这个财务的部分。好，那最后这一位就是我们的荣泽执事，他是我们的如果各位知道，去年我们的圣诞节的所有的主轴全部都是由我们的这个荣泽执事来做这个部分的带领，所以相当辛苦哈。所以我们也为这几位执事们来祷告，求上帝带领，让他们能够在就职之后，他们能够努力的来服侍弟兄姐妹，也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他们的这样的服侍哈。好，那请你们转过来。为了怕你们看不到哈，所以还有小抄版给你们，来拿一下，好吧？好，那其他弟兄姐妹，我们就看着这个投影片上面哈，我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见证我们的执事们的立约跟就职。好，我们的执事们，今天我们奉主的名，要为我们的教会来设立你们做执事。列位同工，你们举行就职的典礼，上帝所拣选，上帝必赐福使用。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我们的执事们更多祷告，使他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对本堂的圣工有更多的贡献。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请他们一起来攻读就职的祷文，我会带着你们，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就职祷文啊。我们一起念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今天你卑微的仆人们一起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靠赖主的恩典，蒙你拣选，被你使用。我们自己深感不配，唯求主怜悯，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又求主厚赐智慧与聪明，使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凡事上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以做你忠心的好管家，在神家尽忠，凡事讨你的喜悦。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执事们的一起共同的祷文。那在我们就职前，我们还是要询问一下我们的执事们的心愿跟心志哈。好，那请各位来回应哈。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好，印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跟着我们一起印哈。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仗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勉的，就当专一劝勉；施舍的，爱人要真诚，勿要厌弃，善要持守。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徒缺乏要帮补，异乡人要接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无论对什么人，都要同样的关怀。好，这段经文是给我们的执事们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成为照这样行的人。好，现在要请你们来立约哈。你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华、时间，以至金钱，都重新奉献给主，分别为圣，由主管理，归主所用，做他忠心的好管家？你们是否愿意在生活上敬虔度日，并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与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们是否愿意在信仰上尊基督为主，在心智上做众人的仆人，殷勤而又谦卑，勤劳但满有喜乐，在神家尽忠侍奉，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一个立约，那我们就为我们当中的执事来祝福祷告，愿上帝帮助他们，让他们就职之后能够来服侍我们众弟兄姐妹，也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得帮助。好，那口罩请戴上哈，因为我们刚刚忘记请大家把口罩带回来哈。好，我们刚刚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我们的执事们的真面目了哈，所以我们请大家要跟着他们要这个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服事上更加得力哈。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执事们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上帝赐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永远幸福，敬爱上帝和他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与你们同在。阿们。好，我们再转回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做我们的今年的这个执事哈。好，那特别我们有2位执事会在台语堂啊，所以请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若有需要的是苏文兄甲咱的淑仪执事，拢是咱的台语堂的执事哈，拢会使甲咱的迄个介良兄也常常在台语堂，我们可以常常跟他们有一些的交通。好，因会当有机会来服务大家，希望上帝帮助咱。好，谢谢，请回座啊，谢谢。好，我们当中的执事其实位分跟副牧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个西方的教会的话，执事的位阶是跟副牧是相当的，所以他们是我们当中的义务的这个副牧师哈。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也尊重我们的执事们。让他们能够在服事上更加得力。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为诗班的班员来受职跟立约。我们请诗班的班员哈，请你们就地站起来好吗？好，各位现在跟牧师一样穿着白袍的这几位是我们的教会的诗班班员。那一样，因为今天有几位班员也没有办法来，但是我相信他们也都在线上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立约。他们的服事相当的重要。过去在圣殿里面24小时轮班的诗班，这个是献颂赞给上帝的这个群体啊，所以他们的服事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要请他们来立约。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赞美感谢上帝，为我们中间有人献上自己做诗班的一员。诗班的责任是在人间
美好的声音，欢喜赞美上帝，也领导会众唱诗赞美上帝。现在众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有看到我们的诗班员在各位的面前，我们以快乐感谢的心欢迎他们，也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受职的典礼。好，现在我要问我们当中的诗班的班员，你愿意成为诗班的一员吗？你愿意遵守诗班的规则，殷勤练习，谦卑侍奉，热情唱诗赞美上帝吗？你愿意在上帝的圣殿中尽侍奉的本分，同时也寻求灵性的长进，使你能更好的服侍上帝吗？你愿意生活圣洁，竭力追求完全，使你的一言一行都与圣诗班员的身份相称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诚心欢迎你们投入诗班的侍奉，也以你们歌唱恩赐为荣，并深信你们口中所唱的，必是你们心中所信的；你心中所信的，必是你生活所行的。求天父赐恩惠于你，使你今生与来世歌颂他，荣耀他。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我们要来为诗班员来祝福。愿主赐福你们，保护你们；愿主用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主向你们扬脸，愿你们平安，阿们。好，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他们的立约。好，请坐。每一次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其实我都很想拍手，或是还要忍住哈。其实万一不小心，我以前有讲过，万一不小心真的拍手的话，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啊。好，接下来这几位也是相当重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担任教育服事的工作，不单是服事儿童，也服事我们的成人。我们有成人主日学，也有儿童主日学。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成人主日学跟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请你们来到台前来，我们要来举行这样的一个成人主日学老师跟儿童主日学老师的立约。好，请我们的老师们来到台前。我们的成主老师，还有我们当中的儿主老师如果你有教或是带领过儿主的老师，也请你来代理好，洪玲可以来代理好了。请发给我们的这个老师们这个祷文哈。好，各位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服事，其实就是我们的教导工作。所以我们这几位老师们，他们都负责教会里的教导工作。那因为现在儿主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聚会所以儿主里面我们请代表上来。这个洪玲在去年的时候是担任教育部长跟我们的这个大班的这个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所以我们由儿主这边由他来做代表。好，那我们的华语弟兄，他是跟我们的周老师是负责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叫做这个初信造就班的这个服事好，那我们的赵鼎兄跟我们的迪华姐妹，他们是负责这个新约的导论。然后我们的邵文兄还有他的这个太太是负责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小先知书，在这个上个学期已经结束了。好，那我们的诗班的训练还有音乐的赏析，就是我们的如君老师跟天意老师。那但是天意老师今天不能来所以我们也在上帝面前，我们也许他也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立约，那我们就一起来为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的礼拜。好，请我们转回来好，请你们转向我。好，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老师相当的重要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教导，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也帮助我们的灵性的成长。所以我们要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今天的立约是慎重的，而且是认真的。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的这些人，都是要答应他的选召，担任我们教会里的主日学的教诲与指导工作的。他们既然以虔诚的心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从事主日学工作，我们就当热情地支持他们，替他们代祷，求上帝感动他们，使他们诚心奉献自己，以喜乐和感恩的心，谆谆教导儿童及成人走当行的道路，归荣耀与上帝的圣名。我们要一起来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的祷文。转过来。好，请跟我我先来念这一段的祷文哈，然后请后面跟我一起来祷告。你们都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来的，所以要在你们属上帝的身子与灵魂、生活与工作上荣耀天父上帝。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也当求那后嗣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使你们在主日学的工作侍奉上满有上帝的智慧、喜悦，多结善果。好，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永生的天父，求你呼召我们侍奉你，也应许给我们恩惠和力量，使我们能成全你的旨意。求你在我们奉献自己做主日学工作的时候，看顾我们，使我们更明白和更羡慕你的真道，以致促进你天国的事工，归荣耀于你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转过来跟弟兄姐妹见面哈。好，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成为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有很多弟兄姐妹问说，牧师，我圣经读不懂怎么办？也许你不一定常常可以找得到牧师，因为有时候牧师可能会在服侍别的工作，但是你可以跟你的主日学老师请教。如果你在读经上面有一些困难或问题的，请各位能够跟我们的老师们做一些的讨教，他们都有经过一些的教导的训练，相信可以给各位弟兄姐妹做最好的一个答案。还有我们当中的儿童主日学老师，他们也引导孩子们走在正确的路上，所以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的服事能够更加的顺利。好，我们再次的来拍手欢迎他们谢谢。好，谢谢，请回座，谢谢。好，我们今天除了有立约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也要跟上帝做立约来，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今天要受洗。我很感谢上帝，是我们从去年圣诞节一直到今年的这个元旦的时候，我们的立约主日，还有包括下个礼拜，也有要转入我们教会的。所以，上帝给我们增加人在我们当中，是让我们更多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在信仰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跟不同的人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也许每一个人个性脾气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的包容跟接纳，这是美好的。我要请我们当中的一位社青何家玉弟兄，我们要请他到台前来来，请你来转向大家。好，口罩先脱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是何家玉弟兄，他是我们的社青当中的一个年轻人那今天他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受洗，成为上帝家里的一份子。好，来，请带上来好，所以我们要来来问他几个问题，让他能够在受洗前要先坚定他的确定他的答案。所以证明说我们并不是这个强拉的，也不是这个推他的，是他自己的意愿能够来到上帝跟众人的面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还有这个佳玉，请你来听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来见证我们的佳玉弟兄，他决心前来到上帝面前，要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同时是打开心门，
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基督住在你们的心里。现在你应当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好，我们要来听他的一个意愿跟表达哈。好，那嘉云就来回答。好，没关系，还没开始，他就已经愿意了哈。好，来，我们来听一下哈。嘉瑜弟兄，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好，我们有听到他的意愿了哈。好，没关系，还有2题，慢慢来哈。你愿意因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好，我们的嘉瑜弟兄第2次的回答是愿意的。好，我们再问这一题哈。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爱人如己，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好，弟兄姐妹，我们的嘉瑜弟兄他在上帝面前已经有3个问题，他回答愿意。我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见证他的这样的洗礼。好，请从这姿势。等一下会用水给你洗，就是水而已，所以不用等一下擦一擦就好了啊。和嘉玉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的嘉玉弟兄现在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他祷告，关心他，然后常常的能够来督促他，让他能够走在信仰跟正确的道路上的话，就让我们能够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来为嘉瑜弟兄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受洗的嘉瑜弟兄有圣灵的印记，列名于主耶稣基督忠实门徒当中。又愿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给他，让他内心常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嘉玉，请你转过来哈。好，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会常常关心你，会为你祷告哈，所以我们拍手来欢迎我们的嘉玉弟兄，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哈。好，弟兄姐妹请坐。嘉玉弟兄还很年轻哈，但是他已经在攻博士了啊，所以他还在努力的求学当中。我们求主来带领，让他能够走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走在这个追求知识的道路上，都能够一切顺利。好，那因为我们今天主席跟副主席都因故不能来哈，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介良执事哈来送我们的嘉玉弟兄我们的受洗的礼物跟我们的证书。好，这个证书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嘉玉弟兄今天早上刚送过来新鲜的他的照片贴在上面啊。好，那他很认真，他说，因为这个教会要受洗，我要受洗证书，所以他要把照片贴上来。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个洗礼证、受洗证的话，如果还没有贴上照片，请自己赶快贴上去哈。重要的，这样这是表示这是你的这个一个见证哈，受洗的见证。好，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介良执事来送我们的嘉玉哈这个受洗的礼物。好，嘉玉先回座哈，谢谢。好，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他们都完成了立约。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要跟上帝立约了哈，所以求上帝带领，让我们也跟上帝有美好的立约。正道，
我们请蔡文牧师，题目是立约更新与变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当中的服侍的同工，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诗班，还有我们的年轻人在上帝面前的立约。立约这个事情在教会里相当的重要。我前面提到了有很多人会害怕。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到教会说要立约，其实我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咱一般人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拢会想是不是我若无按照这个约来行的是不是上帝降雷落来会不会打个雷下来，然后让我吓到，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什么咒诅？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咱唔免惊，唔免烦恼。在上帝面头前的立约，是咱甲上帝一个关系的表现。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立约的当中重新调整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话，能够跟上帝，我们能够有美好的立约。在生活上，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咱做伙摕圣经，咱来用这个圣经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对立约礼拜是很陌生的，因为在一般的其他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这样的礼拜。卫理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每一个年度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就是我们的立约主日。事实上，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人跟上帝的立约。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卫理会里面最早开始有这个立约主日是在什么时候？在1755年的时候，但是不是在第一次不是1月1号，第一次是在1755年的8月11号这一天开始第一次的这个立约礼拜。那因为这个立约礼拜是一个相当的重要的时刻，表示我们人跟上帝的美好的立约，所以之后卫理会在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立约礼拜。所以重点在立约祷文，让人可以委身于上帝，让我们委身于教会，委身于弟兄姐妹，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这个立约的意义。所以我们是一个立约的群体，立约的群体代表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体的，不是只有他是他的，我是我的，表示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各位看到我们刚刚的执事的立约，执事的立约不单是我们跟上帝的立约，跟弟兄姐妹的立约，也是彼此的立约。每一个人的服事上，有时候都会遇到一些的困难跟难处，所以有时候需要一些的帮助。所以当我们的同工有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另外一位来帮助他，让他可以进步跟成长。所以这个是卫理公会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让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传统知道说，不是只有我跟上帝的关系，还有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卫理会用这个耶路撒冷十字架来做一个表示跟表征，表达我们跟上帝，还有我们跟群众，还有我们自己对自己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个我记得应该是2年前有跟大家有秀过这个图。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跟上帝跟人的立约有公共的层面，也有个人的层面。所谓公共的层面就是公众的，那个人层面就是个人的。那个人的里面，包括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包括我们每一天个人的祷告，这个都是属于在灵修的层面，在敬虔事工的这个区块里。各位如果有看到投影片上面的话，灵修是属于在个人层面跟敬虔事工上面。如果你是在这个关怀你的朋友，关怀你的这个身边的邻舍家人的时候，那是属于叫做个人层面的怜悯的事工。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的身边的邻居朋友，他们这个生活困难没有饭吃的时候，你能够帮助他们，或者是他们需要照顾孩子的时候，你能够去照顾他们，帮他带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保姆，
那这个都是叫做关怀的事工，叫做怜悯的事工啊，所以这个是个人的部分。如果是公众的层面的话，所谓的这个敬虔的事工，就是我们的公众的崇拜。所以我们现在做礼拜，其实就是在从事叫做敬虔的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的立约。恩典的怜悯的事工里面，在公共层面的时候，就是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社会的一些关心的部分。所以公益的行动，这个是属于公众的跟怜悯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是整个在这个卫理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立约。我们跟上帝有立约，跟群体有立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好，那有人说，那15分钟的灵修，那假设我如果要15分钟，我可以怎么做？那这个是这个灵命事工，灵命日粮的事工，他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内容。15分钟你怎么灵修？他说有1分钟的静默，2分钟的唱诗，3分钟的读经，4分钟的默想，5分钟的祷告。那这样凑起来刚好15分钟。所以有人说，我灵修我没有时间。其实灵修是可以有时间的，15分钟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灵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当中，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与上帝与人有美好交通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一年当中，让我们训练跟操练自己，不是每一天早上醒来我们就一直想工作家庭的事情，让我们一早醒来先跟上帝有美好的亲近，只要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所以要先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我们今年的教会的目标叫做荣光之家，健康的教会。那我们期待我们的荣光堂能够成为上帝的家，能够成为许多人能够喜欢回来的地方，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家，成为许多在外的流浪的人或者是需要的人，他可以回到家里面来获得家庭的温暖。所以首先我们的教会要先健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教会能够成为上帝的家，但是我们的家庭要健康。所谓的家庭健康是什么？不是在家人当中互相的彼此仇恨、嫉妒或是纷争，而是让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一个包容跟接纳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问一些这个当地人说：“你们当中哪一个家庭是最坏的？哪一个家庭是最坏的？”然后这个就有人告诉宣教士说：“这个某某巷子里面有一个很坏的人，他每天都是喝酒打老婆，然后打孩子。”好，所以这个宣教士他就去到这个坏人的家里面去，说：“这个你要悔改，要信耶稣。”这个坏人他觉得不服气，他说：“凭什么说我是坏人？”然后他就去问他的邻舍当中：“你们说当中谁是最坏的人？”他说：“这个另外某一个巷子里面，他们家的人都很坏，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是坏人。”所以这个人他就说：“那我去看一下这个坏人的家长什么样子。”他就去到这个巷子里的另外一个家庭，结果他听到什么？听到在这个家庭里面，听到很多的声音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说：“对不起，刚刚是我不小心撞到你了，我跟你道歉。”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坏人，但是这个坏人他不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荣光堂希望我们能够包容跟接纳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需要来到上帝面前，要得到上帝的怜悯跟恩典。所以提摩太前书3章15节说：“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上帝的家，让在外的游子或是这些流浪的人，他们可以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来。那我们要成为一个让人愿意回家的兄弟姐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操练包容跟接纳，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有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会友，成为有见证的人，让人可以喜欢来到上帝的家里。特别今年也是卫理会70周年，我们卫理公会是根基于圣经的教会，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或许我们过去有一些时间，我们可能因为疫情的影响，让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纷乱。
但是当疫情渐渐的过去的时候，让我们不再受这些的事情的捆绑，使我们回到上帝话语的里面。所以卫理会是根基于圣经的教会，让我们回到上帝话语里面，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领受祝福而不是咒诅。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可以走在上帝的祝福跟恩典里。所以今年我们的70周年教会有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有推一个活动。如果各位还没有拿到这一本书的话，在我们楼下办公室的地方请跟我们的干事来索取。今天刚好1月1号，我们的有一本祷告手册是卫理的祷告手册，这一本让我们可以从今年1月1号到3月12号卫理公会70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当中有70天的时间，每一天有一篇的祷文，让我们可以跟着这个祷文来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宣教服事来祷告。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可以拿到这个祷告手册的时候，我们能够跟着每一天能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刻。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的灵修实践成为一个真实可行的，真正的去实践灵修，而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来讲灵修。让我们把上帝的话认真的放在我们心里，也透过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应该是要成为活祭献在上帝面前的。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第1节的地方。好，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念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提到活祭不多，很多人都会说，那活祭到底是指什么？因为通常献祭都是要杀掉这个牲畜的，那活祭到底是什么东西？弟兄姐妹，牧师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解释跟说明。活祭是什么样的东西？在过去的以色列人的文化里面，头生的羊、头生的牛、头生的牲畜，这些东西都是要献给上帝的。那如果不是献给上帝的话，就要代赎出来。所谓代赎出来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把它用钱赎回来。赎回来之后要做什么？以后这个驴、马或者是牛，它可以耕田，它可以做这个动力的使用，它可以来做一些的服务的工作。特别在圣殿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会幕里面，也会需要有一些的动物，他们需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但是这些都是要献给上帝用的。所以活祭是什么？活祭就是当你赎回来之后，你要被上帝使用的。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本来这个祭物是要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包括有燔祭，或是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都是要杀掉的。但是不杀的动物是要做什么？要来做使用他们的劳力，使用他们的服务，使用他们的动力，让很多事情可以运作。比如说在圣殿里面也需要有一些搬运的工作，也需要有这些的动物来做一些的协助。所以这些动物不能被杀，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赎回来了。赎回来之后要做什么？要来做服侍上帝的使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活祭。活祭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被杀掉，但是你可以成为服务这个圣殿，或是服务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动物。所以不是说我们是动物，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讲的哈，是说我们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本来我们应该要献在那个坛上，但是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活着为上帝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恩赐是为了什么？上帝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能够来服侍众人用的。所以你的恩赐不要只有使用在世上的事，而是要使用在属上帝的事情里面。成为活祭，是我的每一天要活着为神而活，为着上帝而活的。所以侍奉不是只是为了要表现你的才干，或者是要这个教会需要你的帮助，或者是你要这个信主很多年，所以要求你来服侍，或者是要当好基督徒，或者是牧师要求你，并不是这样，而是服侍是因为基于对上帝的感恩，
因为神救赎了我，使我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让我可以服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服侍跟侍奉不是为了你的恩赐很好才能够服侍，并不是这样，而是上帝透过你能够让更多人得到祝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诗班里面所唱的诗歌，借我赐恩福，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恩赐能够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人得帮助。好，所以第2节特别提到，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活祭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2节，一起念来。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恩赐的服事跟使用的时候，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不是要像世界观那样去用的，不是要像世上的人那样去使用的。我相信各位最近在新闻上会听到很多有关教会的负面的消息跟新闻。牧师不是要在台上要去重述这件事情，但是要让各位知道说，当你效法这世界的时候，世人是看得到的，世人知道你所行的是不是照着上帝的话，还是照着世界的方法。你怎么样做，怎么样行，你活出来的样式都在见证你的信仰是什么。所以不要效法这世界，但是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常常改变，要常常能够调整，要常常能够变化，要常常能够让自己可以能够知道有调整，不是那个叫做死板板的抓着某一些东西，而且要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叫做食古不化，因为我们常常抓一些古老的东西，包括一些的传统，或是包括一些的旧的思维。教会里面不应该是旧思维，教会里面应该是新的，教会里面应该常常是新的思维、新的想法。当这个世界、当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好的东西可以使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拿来使用在教会里面做对的用途，以至于让教会的服事，让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更好的能够做传福音的使用。各位，我们在现在使用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的投影机、电视，或者是包括我们有很多的现代的3C 的设备，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能不能够为教会所使用，让我们的教会的福音工作、表达，或者是各样的一个服事，能够更省力，能够更好，这些才是我们叫做要去更新而变化。然后要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透过这些要我做些什么，使我们能够常常去省察这些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都以荣耀上帝做优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所以你们无论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做很多其他人做的事情？可以，但是是不是荣耀上帝，这就是你的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如果这件事情不荣耀上帝，那么我就不这样去做；这个事情荣耀上帝，我就这样去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与不做的判准，牧师没有办法一一的全然告诉你，但是你要考虑的事情是，这个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事情？如果不荣耀上帝，那么我就不去这样做。特别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或是在工作当中的人，如果我的工作荣耀上帝，那么我应该去做；如果我的工作不荣耀上帝，那么我就要谨慎小心，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来做的。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为基督而活，就是属灵的敬拜。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应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我要来敬拜上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基督而活。每一件事情，我为了基督而活，这就是活祭。所以为了基督来活，这就是属灵的敬拜。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生生在上帝面前的服侍者，而不是一个死掉的、不能动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实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听到而没有去行道，行道才是活祭的一个好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可以活生生的为上帝所使用，即使没有人看到，
仍然不马虎的去服侍。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这一节经文相当的重要。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行善事的时候，去行好事的时候，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去行。所以，活祭我们活着是要做什么？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做的，让我们所做的都是上帝所预备要我们去行的。第二个，为基督而活，就要照真理而行，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就是要按照真理而行。好，所以追求良善，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要谨慎，无论做什么都不可以恶报恶，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都要常常追求良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常常是用圣经的话去指责别人，但是没有提醒自己。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让上帝的话更多的来提醒自己。第三个，为基督而活，就是要时常查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说要查验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更需要更多的祷告，查验上帝是不是这样带领我们。咱来时常祈祷，望上帝让咱会当清楚知影上帝旨意是什么，让咱会当行在上帝的路里。我们常常要思考，并且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归向耶和华。这是耶利米哀歌3章40节的提醒。所以，当我们在读新旧约的时候，其实旧约圣经也常常提醒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所以在教会里面赞美上帝，以及在世界里面服侍神，成为激励人心的动力。而人们应当在教会里面将这样的这个得着力量，好抵挡世上的试探跟罪恶。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在教会里赞美上帝，但是我们同样要在世界服侍人。当我们需要有力量的时候，让我们回到上帝话语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来胜过世上的试探跟罪恶。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生活都为荣耀上帝而活。所以最后要勉励弟兄姐妹的，不要局限我们的服事在教会里面。所以也许会有很多人说啊，牧师你讲这个好像跟很多教会牧者讲的不太一样。我要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个事情是，我们真正的战场不在教会里，服事的战场，真正侍奉的战场不是在礼拜堂里面，真正的侍奉战场在家里面，在你的职场里，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所以侍奉上帝不是只有在教会里的侍奉，请我们要记得，我们工作的时候，礼拜一也是我们服事的时候，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六、礼拜天都是我们每一天服事的时候。服事上帝跟服事人都是要一样的态度，在人的面前我们也不偷懒，在上帝面前我们谨慎小心的侍奉。所以在生活各层面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上帝，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期待今天立约的礼拜，让我们跟上帝也有一个美好的立约。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为我们自己跟上帝有美好的立约，向你献上祷告。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立约或许不一样，但是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往这个方向走，使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让我们的每件事都为荣耀上帝而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预备诵，我们一同来背诵2次，在罗马书的12章第1节，请。所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诗歌，我们会众一同起立。
在心灵粮食选300首第1节，与主合一。圣餐，我们请蔡文牧师。弟兄姐妹，请坐。每一年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立约礼拜，每一个月的第1周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其实圣餐主日也是我们跟上帝立约的时刻跟时候。每一个月头一礼拜是咱跟上帝立约的时间，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握这样的时间，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立约。立约不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形式，但是立约是建立在信心跟信任上。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如果各位有喜欢看电影的，有一部电影叫《明天过后》，其中有一个片段，他是这样演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他在图书馆里面的时候，他的父亲，他打电话给他的父亲，他父亲是一个天气学家，是一个博士。那他知道这个寒带的气旋已经来了，这个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他的孩子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他说：“爸爸，我应该怎么办？”父亲告诉这个孩子说：“你要在那里等我，我一定会去找你的。”这个孩子他听完电话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同伴说：“我们要在这里，因为我父亲告诉我，我要在这里等他。”这个父亲挂完电话的时候，他身边的同事也跟着他一起要去营救这个博士的孩子。但是在路上的时候，风雪相当的大，以至于连他的同事，连这个爸爸的同事都说：“你确定你的孩子还活着吗？如果万一他死了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父亲他这样说：“因为我跟我的孩子约好，所以我要去找他，无论他生或死，我都要去找他。”这个孩子他跟他的父亲立了约，在电话当中一个简单的立约。父亲告诉他说：“你要留在这里。”这个孩子他就听话留在这里。这个孩子告诉父亲说：“请你一定要来找我。”这个父亲他无论如何都要来找到他的孩子，即使别人说：“你的孩子还活着吗？他会不会已经死了？”不管他死或是活着，我都要去找到他。这个孩子也是一样，当许多人都纷纷离开，说：“你老爹讲的不一定是真的，我们都走好了。”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是坚持：“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爸爸会来这里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立约。教会里面的立约不是像我们在签契约一样说：“这个违约了，所以你要付多少，我付多少。”不是，即使你做不到，即使你没有办法，天父上帝仍然是这样的爱你，他仍然要来找你，他仍然愿意包容跟接纳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立约的概念要更新过来，即使我们做不到，天父上帝仍然要这样的来带领我们，他仍然这样爱我们。上帝也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他仍然给我们许多的包容跟接纳，并且按照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无论是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跟上帝有这样的美好的立约。从今以后，我们要活在上帝话语的里面，
父亲告诉孩子你要这样做，这个孩子就遵守。而父亲的责任就是，无论我的孩子是生是死，我都要找到他。这是上帝跟我们的立约。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有美好的立约，跟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请听圣经里面在圣餐里的教导。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让我们一起来读认罪文，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是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来攻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我们请陪餐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发送圣餐。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受洗过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站立起来，让我们来领受这个饼杯。如果领完了之后，请我们就依序的坐下来，让我们等候其他的人领完之后，我们再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你成为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教会，或是你的原生的家庭从哪个地方来，让我们都能够在这边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领了之后，我们是同一个肢体，我们是同一个群体，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统一的，能够在这边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如果你已经领了，就先坐下来等候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来领这个饼杯。你若已经领了请你会当坐落来咱做伙等下做伙来吃这个饼甲杯。这个饼甲杯代表的意思就是咱甲上帝有共三角连结，咱甲众人也三角连结，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当甲兄弟姊妹做伙伫这个所在来领受这个圣餐。若是领了时，请咱先坐落来咱先坐落来，等下咱甲兄弟姊妹做伙来用这个饼甲啉这个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已经领了饼或杯所以你就可以先在位置上先坐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等候弟兄姐妹们都领到了，我们再一起来使用。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招呼一下我们的同工们，让我们的同工们可以来协助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领到，请跟我们的同工们招呼一下。好，弟兄姐妹，我们如果领到了，你手上有饼跟杯，上面有塑胶套还是要记得要拆开来，不要整个吃下去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口罩也要记得拿下来身体宝血。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用完的话，那我们就把口罩也戴上，因为最近还是有一些疫情所以我们请大家也身体要保重。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我们来向上帝献上感谢。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清洁合宜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
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的圣餐礼到这边。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也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在这里聚会，而且跟我们一起领圣餐哈。好，所以如果我们身边有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打个招呼一下，我们欢迎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哈。请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站立起来好吗？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哈。好，请坐。他们好不容易可以跟我们有一起的时间哈，所以请大家会后我们可以彼此有一些美好的交通哈。心灵良师选300首第2段，我们一同起立来唱。我与主同的事，不再受罪辖制，想罪我乃已死，却想主。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用于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今天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吗？好，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首的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彼此问安。
告一下，本周为2023年1月份圣餐主日暨立约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并为2023年上帝面前重新立约祷告。本周主日为国台语联合礼拜，那本周有嘉瑜弟兄受洗洗礼，请为受洗的弟兄关心祷告。本周主日适逢元旦假期，那教会办公室1月2号休息，那1月3号以后恢复正常运作，请留意开放的时间，那注意假期外出的安全。今年为卫理公会70周年，那总会1月1号起至3月12号有预备70天的祷告手册，请弟兄姐妹欢迎向办公室索取。那下周主日邀请黄宽裕会督传讲信息，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那1月8号主日崇拜后11点40分有小组长的会议，那12点半将召开1月份执事会，请执事及相关的同工留步参加。提升台语读经能力，那蔡文牧师将于今年的2月份开始，每周6上午10点举办台语读经班，那为期4周。读经内容为马太福音的5章1节到7章29节，那欢迎向牧师报名参加，5人以上开课。2023教会年历为马太年，年度目标为荣光之家健康教会，期待高雄荣光堂成为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成长。那教会举行年终大扫除，于1月15号下午2点半分组打扫。那详细的内容有张贴在布告栏了，欢迎弟兄姐妹登记报名参加，共同维护教会的环境。卫理神学院延伸班释经学课程已经结束，请为学生学习顺利祷告。教会周四祷告会2023仍然以实体聚会与线上一同举行。那主日崇拜国台语堂也是实体聚会及线上。那如果弟兄姐妹身体状况不佳，尽量以线上崇拜为主。11奉献或是一般奉献部分可以透过转账或者是转交给办公室。教会预备了2023年月历，每个家庭一份。那还没有登记的，请到1楼招待桌那边登记领取。那今年1到6月份献花认献表已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踊跃的认献及代祷。2022第2学期卫省推广教育摩西五经，即日起接受登记报名。那本课程开放实体与线上，上课时间于2月24到6月2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那授课地点在荣光堂，老师是蔡慧秋博士。那详细内容张贴于公布栏。那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几点补充的报告啊。我们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台语堂，我们有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那因为长久我们都是国台语堂是分开第1堂、第2堂，所以我们之后在今年开始，我们就已经有做一些的安排跟规划。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周报我们会变成只有1份。那今天因为是只有1堂，所以我们是用旧的周报，所以下一周的时候各位就会看到全新的版本的周报，就是我们的台语堂的崇拜跟国语堂的崇拜，我们会合在一张里面，然后我们所有的报告跟内容都是一样的。那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请各位看我们周报的最下面这个第4页的最下面的地方有讨论题目，就是我们在主日后。台语堂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在主日后都会有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其他的小组也可以学习或是效法。如果我们的小组里面有需要一些分享跟讨论题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周报里面的
内容可以做主日的一个分享跟讨论，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同步的一些的讨论内容是一致的。那另外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来的时候，他拿周报，有时候他要来参加台语堂，结果拿到国语堂的周报，然后要来国语堂聚会的时候，他拿到台语堂的周报。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方便，我们都同在并同一章，而且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周报做一些的调整，这个是先跟各位先做一些的说明。好，那我们的下个礼拜也有3位要转入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那因为这个原本是这一周，那他们因为身体的状况，还有的是因为刚好来不及，所以要在下一周来举行。所以下一周黄宽裕会都来的时候他们很幸运可以由黄宽裕会都来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转入礼拜。好，那所以我们也为这几位要转入的弟兄姐妹来线上祷告。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从圣诞节到现在，我们几乎每一周都有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期待教会能够健康跟成长跟茁壮，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更多的祝福，可以成为这个社区，可以成为这个城市里面更多的祝福。那我们有求上帝来带领，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健康。以上，谢谢。肢体消息的话，我们会后3月一同来祷告。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从岁首到年终，让我们的每一天都经历你丰盛的爱和恩典，也使我们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式。在一年的开始，让我们与你有美好的立约，在这一年当中，使我们全然按照主你的话语而行，使我们的生活都为荣耀主的圣名，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感动的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电乐。